再来看这高雄市今仔日是停班停课，山区呢总得来撤离320个人，也毋过因为这市区今仔日是无啥风雨，所以有民众呢是趁休困去踅百货公司，也是讲看电影等等。气象站是提醒讲，这天气犹阁无啥稳定，风影也是真大，所以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挖进海边啊。我们不会那么强硬的，他们下班之后再上去。 高雄木林公所的人一打一打去通知民众爱做预防撤离。虽然高雄山区也无啥功课，不过气象署评估风台也是伫高雄带来风较好。高雄10日是停班停课，市府也对11下晡就开始针对桃园木林南马社有医疗需求的民众，也是有新的民众做撤离。到10日透早已经撤离320人。谢谢这个资料。弟弟在吗？ 他也要上去哦。早起高雄市区无啥风雨，不过海边啊大涌一波接一波拍起来西亚县的海墘，经过的人甲车拢特别细致。虽然海墘已经有封锁线，不过也受好闲的民众会走来西亚县看景。海巡甲员警也拢加强巡视管理。鼓山分局自10日17时30分，凤凰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迄今12日，共计劝离29人。鼓山分局呼吁。 依据灾害防救法之相关规定，民众不听劝阻离去，最高可处新台币25万元罚款。因为市区风雨无明显，真侪百货公司拢宣布正常营业，有民众透早就走来排队等要看电影。气象署预估，风台10日下晡才会对屏东一摆，不过透早高雄、台南、屏东拢出现这款彩色的天。高雄气象站讲，这款天色定都出现伫日出甲黄昏，尤其受到风台水汽的影响，出现的几率会愈大。记者柯家祖、邱朝勇高雄采访报道。